来看在地人在地前虎尾镇念书国小透过学校布袋戏社团的表演，宣导珍惜资源、爱护环境的观念。另外，嘛将这个整个布袋戏社团排演甲推动环境教育的过程拍做微电影，希望讲将这份理念推广给更较侪人。 囡仔伫咧台顶让布袋戏红仔，每一位同学拢搬家己无共款的特色，佮加上拷贝和光影效果，互一摆表演好看佮精彩。这次的练习比较少，然后还可以演出的那么棒，我觉得，我们的队员都很认真。这是虎尾镇念书国小布袋戏社团的表演，好好宣扬环境教育，结合在地布袋戏的特色，透过趣味活泼的演出，互囡仔佮珍惜资源，爱护环境。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布袋戏的表演，这个非常在地化的一个表演活动，能够让小朋友跃升到国际的视野。好好将环境教育理念和在地布袋戏斗搭做伙，那增加囡仔学习效果，同时嘛，甲文化传承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